哎，那个救我的人不是您派的？不是啊，我没有派过人。那就奇怪了。什么样的人？不知道，只记得一身黑，黑斗篷、黑眼罩，一闪而来，一闪而去。回王爷，那边的园子已经安排好了。朱师傅，这里太招摇，我郊外有个园子，为了谨慎起见，咱们都搬过去住吧。这可是舌尖上的血呀！别碰了。他说是什么大师来着？哦，那谁记得？八成已经死了。哎，你说这东西去哪儿卖呀？啊，这初几啊？初五。得换件衣服，跟我来。哎，这件怎么样？正好藏东西。哎，不错。啊，走吧，走。哎，等，你叫什么名来？你傻呀？啊，我叫什么名你都忘了？您傻呀？我问你现在叫什么名儿？啊，现在木子李传位。李传位？什么怪名字这是？要不要？啊？老早这骗子怎么说？要不要？手抄本，字字带血，起码有500年。偷的吧？妈的，你偷一个给我看看。什么呀？人的。啊
神灵庇佑，这炷香是要来烧的。老朽安危倒在其次，只是皇上交办的这件案子成败得失对您至关重要。目前处为尚虚，您每走一步都要慎重。只能尽人力，听天命了。历朝历代争储夺嫡，总是诡异凶险。但愿冥冥之中能有人相助吧。求佛祖吧。志台啊，您看，那天晚上救你的人，一身黑斗篷。对，就是他。周师傅，什么事？发现了救志台大人的人。哎，怎么不见了？要佛经吗？要佛经吗？别看我，看东西。这是看您这位爷的面相，应该识货。啊？多少钱？多少钱不好说，看您的眼力了。爷，这有向怀章的人，在哪儿？看，怎么，你认识？离这帮人远点，这帮人够狠。跟我来。走。怎么样？想好了吗？阁下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谁不重要，看东西。哎，看清楚了，手抄的，字字带血，这是真的。看清楚了吗？哎，我也不跟你们多要，这个数。哼，这么好的东西，只要1000两。交个朋友嘛。爷，此处不宜久留。
走吧。这笔买卖我做了，不过这里也不是说话的地方。如果阁下真的想卖，改日到下处一叙。地址告诉你。长东下喜王府。嗯。老爷，我看见了朱龟。什么？朱龟？他没死？1000两。本来我是想咬咬牙说10两的，早知道我就伸2手指头了。那你怎么不伸呢你？我哪知道它值多少钱呢？哎，我现在可以碰了。现在可以。没想到，就这么点纸，就值这么多银子，真是宝贝呀！你当时是没看钱，那俩家伙眼神都不对了。不卖了，咱们另找买主。不行啊，碰上冤大头不容易，万一过了这村没这店怎么办？啊，奶奶，这玩意儿要是能下蛋就好了啊！多下出几个来，一个卖上1000两。你说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啊？下蛋？下蛋？哎，北京城里有琉璃厂，你听说过吗？听说过，是个专门倒腾古董的地方。对。哎，只要有倒腾古董的地方，就一定有造假的。听说那儿造出来的假东西比真的还像。咱们就让他下个蛋，造假的。先拿假的糊弄，碰上行家再说。万一要是再碰上一土财主冤大头外带缺心眼儿，咱们转过脸去。又是1000两，还1000两，下回要1万两了，猪啊你！哦，真够猪的，1万两。就这样，看着像啊。怎么样？放这儿吧。行吗？什么？可以乱真吗？你看看这个唐伯虎的花鸟图，做起来不比你这还难啊！击鼓圈的老板请了3位长演，据说都在内务府应过差，结果呢，他们谁也没分清哪个是真的。好啊！老手，来。回老爷，朱龟没回城里。他去哪儿了？跟踪的人说了，他们住进了西郊的一个园子。这是想掩人耳目吗？派人去盯住那个地方，看看都有些什么人进出。这。就是这园子，派人轮番盯着，进进出出的人都给我记住了。是。看看吧，绝了，做绝了！
这一模一样啊！啊，哎，我看看，不瞒您说呀，能看出破绽的，在这京城上下，顶多有3个人，2个已经死了，还有1个就是我。佩服佩服！哎呀，哎不，您再说一遍哪本是真的来着？真经，假经。哦，假的给你。哎呀，这做的太像了啊！你看那个皮儿都一样啊。对。哎，行了，别看了。哎，这俩盒子都一模一样啊，这实在是难以分辨呢啊！对，假的给您做了记号了。哦，记住了。哦，这个没有。好，哎，好，我看看。哎呀，知道哪个是假的吗？啊，真是笨蛋！这有个记号，这是假的，这是真的。对。行，你拿假的，我拿假的。好，我拿这是真的。有用的东西不多呀。人家消灭证据的手脚太快，劳求无能啊！哎，朱师傅，您不必自责。漕运向来积弊甚深，但是能抓出来的确实不多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上次进宫见驾的时候看到的，说是皇阿玛反反复复写了好几次。就写这半个字。嗯。什么意思？回王爷，外面有人要见见。谁啊？就是那天卖佛经那小子。还真的来了。哎，又来一个。哎，看这样还是个重要人物。看好了吧？二位都挺好。托福。我还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担心这个市面乱糟糟的啊，像您二位这样有身份的人。古人云：“得道多助。”常常有朋友援之一手，倒也没有大恙。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敢问先生贵姓？我姓赵。啊，不，我姓李，木子李。赵和李都是大姓。姓什么不重要。那当然。东西我带来了。哦，呵呵，我想起来了。您不看看？出自府上的东西，自然不会错。来人，取1000两银票。是。阁下不想再说点什么吗？既然如此，
那好吧，我就奉送一句真言：阁下将有一部大运要行。什么样大运？自然是一部登天的大运。不过现在呢，还有些沟沟坎坎的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只要有我这部真经在，包您是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日后若是有什么难处，尽管来找我。兄弟，我多少学过一些通天的神算。哦，既然如此，我这儿有半个字，你看看补成个什么字最为吉祥啊？好说，拿笔来。笔墨伺候。这是一道天机。卖佛经的就该会写这个字，你倒是卖什么吆喝似的。银货2期了。你们给我跟上刚才出去的那个人，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来路。这。我也觉得在哪儿见过。对呀，赌场那个差点让咱们砍了一只手的，就他，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已经派人去跟着他了。朱师傅，您怎么了？哎呀，我怎么就居然没有想到？没有想到什么？你是说皇上反反复复的写了好几遍？对啊。对，这就对了。是啊，这个字真的不容易落笔呀。朱师傅，您到底在说什么呢？这个字儿在这儿不念禅，念善。善？对，禅位的禅。我明白了，皇上为什么要派阿哥们去办差？那是在做最后的定夺。哎，你说，这不会也是琉璃厂出来的假货吧？扯淡！这是真正的大清龙头票子，通行13省，谁都造不出假来。啊！哎，你到底遇见什么人了？哎呀，这么跟你说吧，啊，能让我3发子蒙过去的，基本上都是好人。哎呀，哎，你闻见了吗？闻见什么了？你没闻见吗？闻见什么了？我闻见了。你闻见什么了？我闻见了红烧肉的味道。
你先吃啥？哪去？我还有件大事要办。你还有什么大事啊？你这，不瞒你说，那是我做梦都梦见的。像你这种没有情趣的人是不会懂的。不慢走。我靠！买冰糖糖2块钱一个，新竹大车手，来说。你看看你心神不宁了，能练好剑吗？漕运总督可是个不小的角色，以你现在的身手，再贸然出手只会送死。有深仇大恨的，不止你一个。该等的时候就要等。伍子胥等着过昭关，一夜间就愁白了头发。真正的苦大仇深，是不怕等的。我让人来帮你改改装束。这把剑呢，我就先替你收着，你就做一回伍子胥。刀举那么高干嘛？我怕你，我会来吗？不怕你，你把刀耍成花都没用，知道吗？放下！听见没有？穿黑衣服你牛啥呀？你有胸毛吗？这是向怀章的地方。奇怪了，他来这儿干什么？看什么？姐姐，你看，我看见了，出手挺大方的。哎，老爷，你们看清楚，来的是同一个人。就是他，我亲眼看见他进了嘉亲王的园子，跟走亲戚似的，熟着呢。以前见过吗？见过，跟咱杜长礼还输过钱呢，输的托底儿，最后还压上一只手。你说什么？一只手？你见过他？我见过。那天不是还是您放他走的？啊？怎么回事？
他说他是谁的孙子？李卫的孙子。渊源不浅呐，家生子的奴才，从他爷爷那辈儿就进了庸底的，这才是最信得过的人。是啊，密探卧底用的都是这样的人。我现在就做了他。等一下。惊动他了吗？没有。我去会会他。这位爷听戏是行家，马马虎虎听过几出。老兄常来听戏。您刚才说什么？老弟出手挺大方，家底儿不薄啊。还行，家里有几件宝贝。恐怕都是从哪个亲王府里赏出来的吧？王府？什么王府啊？比如嘉亲王。嘉亲王？嘉亲王是谁呀？您怎么连嘉亲王都忘了？不就是几个王爷吗？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不瞒你说，我家里也是出过大官的。看得出来。既然家底这么厚，为什么前些日子还在赌桌上压上一只手啊？谁告诉你的？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呀。人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曹操怎么样？80万大军，照样一把火烧个精光。那是因为他中了周瑜的苦肉计。啊，苦肉计，有那么一出。哎，你也喜欢听三国戏啊？何必三国？眼前刀尖上的戏就很好看。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哎呀，我现在做梦都能梦见他。老爷子，您是做什么营生的？金丝楠木。您是做木材生意？怎么样，做的不小吧？那当然，一川楠木卖出去，银子哗哗的。喜欢古董吗？只要是好东西，我都喜欢。佛经怎么样？佛经？手抄本，字字带血。什么意思？这还不明白？最近打赏钱多了些，手头有点不富裕，想匀出几件好东西。你想卖东西？我看您也是吃过见过的主，我这可是货卖十家啊。怎么样？好啊，可不便宜啊。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要是好东西，我都买得起。哎，我上哪儿找您去啊？我就在这儿，哪儿也不去。你在干什么？
手里拿的什么东西？怎么又来了一主？多少钱都要的，造的什么狗屎运呢？好厉害啊，爹！刚才您说到金丝楠木，还连眼睛都没眨一下。这戏演的也太好了。来，人家这叫深藏不露。管他露不露，除掉他。风筝卖风筝啊，风筝，刚扎好的风筝。看清出手的人了吗？没有。你是冲谁来的？是冲那小子，还是冲向外长？怎么越看越乱呢？再跟上去看看。哎，煎饼了！看戏叫好还挺累人。哎，来一煎饼。好，放不放鸡蛋？瞧不起人是不是？不放鸡蛋叫煎饼啊？放俩。好。来，客我给您。来，甭找了啊！走开！给我走开！是。瞧了，长衣马褂都有，最不祥的料子。啊，那有像样的帽子没有？咱巧了人呢，我这刚进的帽子，您看一眼。对不对？上来！怎么又是你呀？哎，你怎么老在帽子底下躲着呀？在那边谁有？快点！又有人追你啊？谁追我呀？哎，我说你一个小姑娘家的，你干嘛呢？没事，你玩什么命啊你？行了。哥哥，我今儿做一回善事儿啊！最近哥哥吃点叶草，腰里有点肥。来，把这裹上啊！一会儿顺着墙根往那边跑啊！轻点儿，追你的人没走远呢。你先在这猫一会儿。衣服钱哥哥我给了啊，我有事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你又是干什么的？做善事不留名，你记住，哥哥我是好人堆里挑出来的就行了。老板，拿件长袍啊！谢谢大爷。哎，这个客官您要了什么？废物！饭桶！我养你们有什么用？连个人都抓不住！有人这样，还是个高手。嗨，果然是有备而来啊！我还真小看了那个师傅阿哥，又是刺客，又是卧底，刀刃齐全。这么厉害的人在身边晃悠，怎么就谁也不知道？
什么人要杀他？向怀章的人。动手之前，向怀章还跟他说过话。如果是向怀章的人，那他为什么还要出手救您呢？也许这人仗义，也许救我的事被向怀章发现了，要清理门户。也许只是为了钱。向怀章敢在广乐园露面，必有所图。我们俩混进去看看。三爷，这是我们新招的护院，您瞅瞅。练过身手吗？练过。去，一人一拳，打不倒的就留下。对。哟！带走。听着，这是向大爷的场子，这碗饭不好吃，除了纰漏，挨板子是轻的。你们几个先从粗活干起吧。上回欠你的，我出手了。再做一份。怎么着？还玩上瘾了？跟天有仇啊？你做不做？哎，做。哎，钱就是我亲爹。这回我先付。